一名被伊斯蘭國激進分子拘押嘅美國新聞記者嘅母親通過視頻錄像，要求伊斯蘭國領導人釋放佢嘅兒子斯蒂文·索特羅夫。I've learned that Islam teaches that no individual should be held responsible. 佢話佢聽過伊斯蘭教教導人話，個人唔應該為其他人犯下嘅罪承擔責任。斯蒂文無法控制美國政府嘅行動，佢係一個無辜嘅記者。佢話亦都聽講過佢哋可以發赦免令，佢要求佢哋釋放佢嘅兒子。伊斯蘭國激進組織本月較早時候將美國記者弗萊斬首，並且威脅話，如果美國唔停止對伊拉克激進組織嘅空襲行動，就將會殺害索特羅夫。白宮發言人厄內斯特冇詳細回答呢個問題。佢話奧巴馬政府將會竭盡全力營救每一位喺嗰個地區被拘押嘅美國人。同樣亦都喺星期三被敘利亞激進分子拘押咗2年之久嘅另外一名美國記者彼得科爾蒂斯首次發表公開談話。佢話喺獲知全世界好多人係為佢嘅獲釋而奔走之後，佢感慨萬分。科爾蒂斯獲釋雖然係一個好消息，但係聯合國最新嘅一份報告話，隨住伊斯蘭極端分子日益壯大，同埋外國戰鬥人員投入戰爭，大規模暴行繼續發生。敘利亞獨立調查委員會主席皮列羅話，過去1年半以嚟，伊斯蘭國激進組織顯然不斷壯大。該組織尋求毀滅，尋求按照自己嘅形象改造人類，為平民、少數民族同埋婦女兒童帶嚟災難。呢一個委員會發表報告嘅1個星期前，美國國防部長哈格爾話，伊斯蘭國極端分子對全球安全構成嘅威脅大過佢哋所見過嘅任何危害。